萬事萬物皆有自己嘅能量場同磁場，因此我哋先會對唔同地方嘅感覺如此敏感。比如婚禮現場，我哋感到喜慶愉悅嘅正能量，而有啲地方我哋就會感到悲傷、恐懼等負能量。呢個就係環境嘅風水對我哋人嘅能量場影響，而我哋自身其實都有能量場同磁場。俗話講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我哋總係會好敏感咁樣分辨出邊個同自己同頻，而邊個同自己唔太合拍。呢個就係因為每個人嘅能量場唔同，令到我哋有咗唔同嘅感覺。生活中，我哋避免唔到會遇上唔好嘅能量場，特別係屋企入邊嘅老人同小朋友，對環境嘅變化係最敏感嘅。咁點樣保護好自己同埋家人唔被負能量影響，就係我哋嘅關注所在。隨身風水陣學說係一種古老嘅中國風水學說，亦稱為小法陣或移動風水陣。基於風水學說嘅設計理念，以象徵吉祥嘅符號或物品加上天然寶石，巧妙運用大自然嘅能量同磁場，吸引財運、事業運或者健康運等吉祥氣運嚟到身邊。佢以方便攜帶而受人追捧。根據個人命理情況，通過解讀後設計出對應幫扶作用嘅物件，喺身上佈置小型嘅風水法陣，通過調整環境氣場同吸引正能量，以用嚟改善個人嘅運氣同氣場。個人隨身風水陣有咩作用呢？我哋成日聽見環境風水影響人，但係其實人自身嘅風水亦都可以為環境帶嚟改變。呢個就係點解要打造個人隨身風水陣。畢竟人嘅一生並非一帆風順，點樣令到自己趨吉避凶，令到自己平穩向上發展，係我哋大多數人嘅心願。而個人隨身風水陣係根據我哋每個人嘅命格同埋命理，針對各自想要化解嘅問題或者阻礙嚟到俾出相應嘅解決辦法。而且呢個方法可以以隨身物件嘅方式呈現出嚟，便於日常攜帶，以用嚟保護自身嘅能量場，減少唔好同負面嘅能量場對人嘅影響，同時增加正向能量，令到人更加好運，做事更加順暢，提升自身嘅氣運同運氣，以達到改善個人運勢等效果。點樣可以擁有適合自己嘅隨身風水陣呢？專業老師會根據每個人嘅命理同唔同嘅需求，為其量身定製專屬嘅風水陣珠寶。而我哋需要做嘅就係揾到專業嘅老師。而富樂奇珠寶創始股東之一靈基文化係國學線上第一大平台，擁有超過2.3億用戶認證，覆蓋全球157個國家同地區。我哋會根據資深命理老師提供嘅方向，結合專業珠寶設計師嘅精心設計，60年嘅精湛珠寶首飾打造工藝，就可以定製出專屬個人嘅隨身風水陣幸運珠寶。好風水最終係要靠自己修成嘅，鍾意付出，福祉就會越嚟越多；鍾意感恩，順利就會越嚟越多；鍾意幫人，人脈就會越嚟越廣；鍾意分享，朋友就會越嚟越多；鍾意布施，財富就會越嚟越多。選擇一個合適嘅隨身風水陣，會對你嘅生活帶嚟積極嘅影響，為你嘅日常生活保駕護航。富樂奇一帶，好運自然嚟。